主哥哥、龙小弟，你们都想死我了吧？这就是那小子跟他是一伙的，抓起来！国父大明，大明万岁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抓错人了！皇上离宫月余了，若是没什么意外，也该回宫了。妾身心里也是这般想的，今儿一早很早就醒了，就盼着皇上能早点回宫。皇祖母，怎么了？是皇祖母怎么了，还是你自己怎么了？你今天这个妆啊，化得太浓了，这服饰也太讲究了一点吧？妾身只是想这般盛装迎接皇上回宫，皇祖母觉得有何不妥？今天你浓妆艳抹，其实呢，是想讨皇上的欢心。哀家明白，但是你没想到啊，皇上在外面历尽磨难不说，那个李易欢，至今还下落不明呢。他心里一定是不安静啊！你这样一来，不是适得其反了吗？皇祖母提醒的是，妾身现在就回去换一身装束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皇上啊，快请起呀！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都起来吧。孙儿啊，你这次为府私访收获一定很大呀！看这个精气神儿跟以往都不同了。皇祖母，此次出巡确实受益匪浅。大有出宫一趟，胜读10年书之感。那为何要愁眉不展呢？叶欢为了救孙儿，落入了一群黑衣蒙面人之手，至今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。孙儿的心里很是担心。这一皇姑娘能够拯救皇上，这是她的本分呢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她的荣耀啊！哀家一定会派人把她寻找回来才是。皇上不必太难过。皇后，朕还是第一次见你穿这么素的淡妆呢。皇上微服查访赈灾，受尽磨难，妾身在宫中理应与皇上同心，与民同忧，自然要穿得素淡一些。皇后有心了。对了，朕还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。皇上言重了，无论任何事情，妾身都听凭皇上裁夺。哎，你是这后宫之主，这后宫中的事情，当然要征询一下你的意见。此次丽嫔随朕出巡，几次为了救朕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她的爹爹舒建也因公殉职，只留下这么一个孤女。所以，朕想升她为丽妃，再追封她爹为2等公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丽嫔妹妹温柔贤淑，妾身平常也一直很偏疼她。此次出行又护驾有功，自当嘉奖。皇上升丽嫔为妃，乃是后宫大喜之事，妾身十分赞同皇上的决定。好，那丽嫔升丽妃的典仪就交给你办了。妾身自当用心操持，皇上尽管放心。李公公，叽叽喳喳的，怎么这么没规矩？什么事？之前皇上不是吩咐过，
一旦有世淑姑娘或者李太医的消息，就立刻过来禀报嘛。怎么样？可是有易欢的消息了？回皇上的话，暂时还没有世淑的消息，只是李太医回来了。皇祖母，那就让皇后在这陪您聊会儿天儿，虽然先行告退。恭送皇上。怎么样？你可找到易欢？他可安好？他不是回营地跟皇上会合了吗？没有啊。怕是他回营地的时候，你们已经撤走了。当时还算安好，只是脚受了点伤。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为何不跟他一起回来？皇上，臣并没有找到易欢，而是发现他从黑衣人手上逃脱的一些线索，所以我还以为他已经跟皇上一块儿回京了呢。这皇上平日里一向性情稳重，唯独听到李易欢的消息，就立马沉不住气了。皇祖母息怒，这李易欢是为了救皇上，才落入了身份莫测的江湖人手中。皇上难免会关心则乱。是啊，太皇太后，这些江湖杀手的来历，的确是有些蹊跷。有何蹊跷？奴才去搬救兵的途中，也遇到了几波这样的江湖杀手，而且这帮江湖杀手对奴才的行踪那是了如指掌，而刺杀皇上的这帮杀手，他们对皇上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，这就说明皇上的身边可能有内奸。啊！皇上此行所带的30名侍卫，全都是三叔亲自挑选的8旗子弟，那自然不可能是内奸。李公公自幼入宫，在宫中服侍了30年，服侍了3代君王，自然也不可能是内奸。难道这内奸是这李氏兄妹？他们几次救护皇上，还有这李易欢被掳失踪，难道都是假的？宁愿受这苦肉计？李德福，哎，老奴在。这一次你一直是跟着皇上啊。这索额图调兵之后，你一直是在皇上身边，你有什么发现？回太皇太后，奴才没有发现李氏兄妹有什么异常。至于那些江湖杀手，奴才倒是听皇上说过，好像是平西王的手下。这些杀手跟刺杀书剑、抢走金钥匙的那帮盗匪，似乎是同一拨人。吴三桂，这也有可能。难道这李氏兄妹是吴三桂的人吗？依奴才一路上的观察，没有发现这李氏兄妹跟吴三桂有什么瓜葛。太皇太后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恐怕还不宜妄下论断。奴才所说的这一切，也都是奴才个人的一个猜测，还请太皇太后把这些话都放在自己的心里，千万不要对皇上提起来，否则这皇上又要怪奴才在这多嘴了。放心吧，哀家自有分寸。这小兄弟到了。谢谢你啊，给钱。客气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终于回来了，猪哥哥、龙小弟，你们都想死我了吧？这就是一车稻子，赶紧给我做一桌好吃的，迎接我吧！哎呀！大人，这有刀，抓起来！别动，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那小子跟他是一伙的，抓起来！光复我大明，大明万岁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我不认识他，我腿
是一伙儿。那你跑什么呀？我看你抓乱党，我害怕我就跑了。对，那小兄弟说的没错，他就搭我的顺路车，你们休得冤枉他。啊！你越是着急撇清，爷我心里就越明白。带走。哎，我不是。你给我老实点。还敢说你不是乱党？寻常女子哪会女扮男装掩人耳目的？给我一起带走！不冤枉！走走！哎呀，我自己会走。官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放我出去吧！冤枉啊！大人，这就好，放我们出去吧！放了我们吧，冤枉啊！哎，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嘛！啊，你们真的抓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乱党。啊，你们都是乱党啊？我不是，我家是开馒头店的。有一天，官爷到我们店里抓走2个工人，说他们是反清复明的乱党，还说我是他们的同伙，任我百般辩解，他们就是不信。我也不是啊，我家邻居出了个乱党，官爷就把我邻居全家还有相邻的几户人家全都抓走了。我就更冤枉了，我只不过是看附近菜市有一个老乞丐挺可怜，我就时常接济他，没想到那个老乞丐居然是乱党，官爷就说我资助乱党，不由分说的把我全家都给抓了。小孩真可怜。哎，不过你们都放心吧，既然大家都不是乱党，官府早晚会查清楚，放咱们出去的。妹子啊，你就别想了，一旦进了这里，就别指望能出去了。这些年到处闹乱党，京城闹得特别厉害，这顺天府尹就喜欢抓乱党。听说只有活抓进来的，没听说有活着放出去的。那他们总不能滥杀无辜吧？还不是为了钱吗？听说他们每抓一个乱党，都会获得不少封赏，按人头点，抓的乱党越多，封赏就越重。咱们呢，可都是他们的摇钱树。那他们这样冒领封赏，欺君罔上的，难道不怕皇上砍他们头吗？皇上高高在上的，不出深宫，又怎会知道这里的猫腻啊？更何况，就算他有所知晓，只怕宁愿错杀100，也不肯放过1个。咱们贱民的命啊，在皇上眼里，也不过如蝼蚁一般。不是的，皇上不是这样的，皇上很体恤百姓的，他是个好皇帝。小妹妹，你怎么知道皇上不是这样的？难道你见过皇上？没有。我们家之前有个亲戚在皇宫当差，他跟我说的。皇上若真是圣明天子，这下面的官爷又怎敢如此乱来啊？你们等着。来人！我要举报乱党！来人！我要举报乱党！你说我们抓错了人，你不是乱党，是皇上身边的笔墨侍书李义欢。没错，大人，我是为了见大人，所以才骗狱卒说什么我要举报乱党，但根本没什么乱党，我也不是乱党，我是宫里的女官。臭丫头，你当本官是3岁小儿吗？这宫中哪来的笔墨侍书的女官职位？我本来是宫里的答应，笔墨侍书一职是皇上特意为我设置的。皇上特意为你设置了职位？这么说，你很受皇上的宠爱了？那为何皇上不直接封你做娘娘，而先封你做答应，再封你做女官呢？
依大清的律例，这宫中的女官是不可能独自出京的。而你却为何会女扮男装，坐着乱党的牛车进京？那车夫，本官已经审问明白了，他此次进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纠结一帮同党，行刺朝中的要员。不是，误会了。我这1个多月前跟皇上去山西微服私访，结果这途中啊遇到了歹徒抢劫，我跟皇上就走散了。你们听听，难怪这臭丫头敢加入乱党，原来是一个无知无畏的疯丫头。皇上怎么可能去山西微服私访？这1个月来，皇上的确罢了朝，但皇上天天都在宫中与太皇太后潜心礼佛，为大清祈福，缓解旱灾。你这谎撒的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？不是，这皇上是怕自己泄露了行踪，才托辞说什么罢朝礼佛的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皇上呀。你以为本官和你一样疯了吗？敢拿这么可笑的话去问皇上？再说了，你以为皇上是想见就能见的？这1年之中，本官也不过是在上朝之时，远远的瞧上皇上一眼罢了。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！够了，本官可没工夫听你在这慢慢的编故事讲笑话。快说，你究竟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为什么要加入乱党？在这京城之中，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同伙？我叫李易欢，但我真的不是乱党。要不然您去问问那个索额图索大人，他知道。索大人可是皇上跟前的第1红人，本官岂会为了你一个疯丫头去找索大人讨骂？那你去问问那个太院的李建清李太医，他是我哥哥。你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，感情满朝的要员和你都是非亲即故，越是如此信口雌黄、东拉西扯，本官就越相信你就是图谋不轨的乱党。来啊，把他押入刑房，本官要亲自审审他。大人，冤枉啊！我真的不是。不招，招不招？不招，不招，招不招？不招是吧？不招是吧？臭丫头，你现在是继续给本官讲故事呢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那些同伙都给供出来？我投降，我供。本官看你和寻常女子不同，有些胆识，想来在乱党中的地位一定不低，你供出来的同伙一定很有价值。大人英明，虽然我同伙不多，但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，他们都潜伏在紫禁城里，伺机刺杀皇上。哦，这可是大案呐！你的同伙叫什么名字？我同伙，我只知道他有个代号叫龙三，我跟他有一套特殊的接头暗号。如果大人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引蛇出洞，将功赎罪。好，快说快说。来，快点儿把这都点着，点着了以后都放上去。大人，这孔明灯啊，一转眼就升到空中去了。到了天上以后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城外的人都看不清。史书姑娘哪那么巧就看见？皇上让你放，你就放吧。啊，其实史书姑娘能不能看见孔明灯并不重要，只要皇上心里有个寄托就行了。
这放孔明灯，真的是你和龙三的接头信号？真的。这个龙三嘛，他在宫里潜伏着，所以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夜空看。这个孔明灯最好半刻钟放一次，越多越好。他只要看到了，肯定会来京城第1酒楼跟我会合的。好吧，本官就姑且信你一次。如果你敢骗我，大人，咱有话好好说，能别这样吗？我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我还不想让大人砍我脑袋呢，是吧？走。龙小弟、猪哥哥、雪姐姐、叔父，你们几个一定要没事了就多抬起头来瞧瞧夜空啊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求你一定要保佑他们，至少有1个人能瞧见我这孔明灯啊！拜托了。大人，我要的烤鸭怎么还没上啊？正在做，你别急。你的同伙龙三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正在来，您别急。臭丫头，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。本官按你说的，在紫禁城东西南北几个门已经放了有3天的孔明灯了。要是你的同伙还不出现，那你就一定是在戏弄本官。本官一定会砍了你的头的。大人，您别急嘛，龙三肯定会来的。大人，您想啊，这龙三潜入宫中当奸细，那他行事肯定十分小心啊。您想引蛇出洞，对不对？那就得有点耐心呐。龙小弟、猪哥哥、雪姐姐、叔父，难道你们这3天都没有瞧见我放的孔明灯吗？你们要是再不来救我，我可就要被砍头了。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客官，您的酒放这儿不算用。酒楼里的小二怎么都这么脸生呢？我们以前潜伏在这里的那2个探子呢？难道都换人了？烤鸭来了。2位，您的烤鸭。2位慢用。糟了，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人。那我们安插的那2个人呢？难道今天全都轮班休息？你要的烤鸭已经到了。管他呢，先好好解解馋再说。万一真没办法送出消息，被这顺天府尹砍了头，也不会是个饿死鬼。如果你将这只烤鸭吃完了，你的同伙还没来，那我就要将你这个小丫头给宰了，做一个烤全鸭吃。您放心吧，大人，他肯定会来的。您看，我吃这烤鸭是不是得配点酒啊？要不然您给我上一壶杏花春。你的名堂怎么这么多？不是名堂多呀。你想，你要是抓住了这个行刺皇上的反党，这得多大功啊！你赐我几口酒怎么了？没准我喝完酒，那个龙三就来了呢。就先让你继续摆谱。若是龙三不到，小二，再来一壶杏花春。好嘞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快快免礼。
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奕欢的消息了吗？奕欢的脚受了伤，我派人带着皇上画的画像，在山西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打听，所有的饭铺、酒楼、旅店、客栈都打听了，终于打听到，奕欢一个人女扮男装，拄着拐杖，在往京城的方向赶路。最后一个见过奕欢的人是京城西郊一家面铺的老板，他说他亲眼看到奕欢上了一辆牛车，随着牛车往西城门的方向去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奕欢应该是平安回京啊，可他为什么不回宫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理说，这么远的路都平安回来了，这已经到京城了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这尹一连3个晚上在御花园放了孔明灯，奕欢要是看见的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只能说明奕欢出事了。会不会是反清联盟的人把他给绑了？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这反党在朝中一定会有奸细，若是知道了奕欢和朕的关系，那难保不会打奕欢的主意啊！皇上，臣听说那些反党虽然处处跟朝廷作对，妄图恢复周明王朝，但是却从来不敢绑架妇孺幼童的勾当。那要不是反党的话，那又会是谁呢？这吴三桂和刘德昭的爪子再长，也不会伸到天子脚底下来啊！再说了，奕欢就算脚上有伤，那他也是有一些功夫的，寻常的地痞流氓根本就拿他没办法。他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？微臣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，眼下只能多安排人在四处打探了。你一定不能大张旗鼓，必须暗中查访，要不然的话，奕欢就更危险了。微臣明白。丫头，你一只鸭子都快吃完了，人呢？您别急啊，这不还有一个鸭头没吃完吗？您放心吧，在鸭头吃完之前，它肯定会来的。可是这只鸭子你吃了2个时辰都没吃完，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冤枉啊！我只是刚才吃的太饱太撑了嘛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我这个同伙啊，他没准现在因为宫里有什么事绊住了呢，现在正想机会溜出来呢，对不对？反正您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，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，那也不怕再等会儿吧，是吧？好，本官就最后再信你一次，要是到了天黑，龙三还不到，本官可就没有耐心了。会来的，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龙小弟、朱哥哥，我已经黔驴技穷了，你们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可就真完了。臭丫头，这天已经黑了，龙三还没有来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不刚吃完一个鸭头吗？我估计还有1炷香的时间，龙三肯定就到了。够了，臭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官也敢戏弄！没有啊，我怎么敢戏弄您呢？我真的有个同伙叫龙三，潜伏在宫中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车夫终于招了。根据他的招供，卑职把另几个潜伏在京城的乱党一网打尽。但那个车夫说，这个乘坐他牛车的小丫头只是顺路打车，不是他的同党。哦，当真？卑职问过另外几个乱党，他们都说这个小丫头不是他们的人。你看，原来你果然在戏弄本官。冤枉啊，大人！明明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是乱党嘛，您说的呀，要打要杀的，所以我才胡乱招供的。可你一开始也没说实话，而且还敢冒充皇上身边的女官，那不是被吓糊涂了吗？我只好胡乱编瞎话了呗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是不是可以放小女子走啦？多谢大人。站住！如果你没有戏弄本官，本官或许还可以放了你。可现在嘛，就算你不是乱党，多半也是江湖骗子。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问斩！冤枉了！哎，
皇上，您不必担心，世淑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朕的眼皮跳个不停，心里也有些发慌。朕总觉得一皇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。皇上，您这是关心则乱了。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京城中有好多人都拾到了孔明灯，上面写着龙三出会递减。臣马上带着奕欢的画像去第一酒楼打探，终于打听到了陈妹的消息。原来他被顺天府尹甘国泰误当反党给抓了，现在已经押往刑场要问斩了。怎么又看到了？灯在处有哪就是吗？但你说这绝对是人都乱党，乱党什么乱党？这呀，十有八九是被冤枉的。真正的乱党就那么几个。哎，听说啊，朝廷重惩捕乱党的官员，被关的乱党不止好多被官惩。朱哥哥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从小你对我那么好，可我就知道欺负你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着就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。你找一个嫂子，好好对她，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。臭丫头，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还想耍什么把戏？大人，我真的没耍把戏。我之前真的没骗您，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，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。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我这都要死了，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。龙三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，你一次回报都没有。结果我这回京了，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，而你呢，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来找我，不来看我。龙三，我诅咒你，以后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，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奕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5时3刻已到。行刑！刀下留人！谁在喊刀下留人？龙小弟，老大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在做梦吧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。大人，我说的同党就是他。真有同党？没错，这个同党就在你面前，快抓住他！来啊，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！大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甘国泰，你这条疯狗，你老养昏花了啊！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还有谁来了？大人，您这招引蛇出洞，没把蛇引出来，没想到倒引来个真龙天子。跪下！皇上！
臣民，各位百姓，朕接到密奏说，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为求加官进爵，竟大肆抓捕良民，冒充反党，滥杀无辜。朕现在就下旨，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，无罪者当场释放，对过往同类案件也全部重新审查，如系冤案，全部平反，并由朝廷进行抚恤。皇上圣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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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虽然救下欢梅，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，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。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证据俱在。来人啊，摘取他的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审理。这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走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团妹，让朕来。